Hello，大家好，今次又返嚟東京銀座嘅並木通，為大家介紹一下無印良品酒店嘅 room tour。酒店嘅地理位置好就腳，行2步唔使搭車就可以買嘢啦。僅僅1街之隔就有 Uniqlo、GU、Daiso 同埋新開嘅 OK 超級市場可以掃貨。呢間新開嘅 OK 超市開到夜晚9點半，而且佢嘅價錢好公道，屬於街坊價，好似一盒福岡甜黃嘅士多啤梨，大概500yen有找。酒店嘅入口位位於 Lenga-dori， 有自己專用嘅拍卡電梯，旁邊都有好多餐廳，夜晚燈火通明。酒店嘅 reception 位於6樓，樓下1至5樓係銀座3丁目嘅無印良品旗艦店。今次我 book 嘅房間係最細嘅房型，大概23,000 yen 一晚。成間酒店只有8間 Type A 細房，所以要提早預訂，手快有手慢冇啊！值得一讚嘅係隔音設施做得好好，連續3晚嘅睡眠質素都唔錯。另外 front desk 嘅工作人員都好熱心咁樣幫我搬行李，帶我去房間。我間房同官方網站嘅介紹一模一樣，一眼就睇晒。初我仲擔心我2件大行李會冇地方放，或者開唔到篋。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房間裏邊有雙人床、工作台、一張細嘅梳化仔同茶几，分分鐘大過我哋平時瞓嘅睡房。星盤隔離有 UCC 咖啡機。最緊要有空氣清新機同埋大把無印良品出產嘅家庭電器可以俾你慢慢試。熱飲有綠茶同埋咖啡 capsule， 你可以用部機自己沖。雪櫃裏邊有一支冰鎮嘅黑豆茶，黑豆有助排水，等你行到腳腫腫嗰陣時，可以幫你收腫。呢度仲有簡約設計嘅電熱水煲、香薰機同埋風筒。Front desk 有提供2種香薰油可以俾你試用，好似係西柚同埋日本嘅樹油。牙刷、牙膏、爽膚水同潤膚露嗰啲獨立包裝嘅，可以帶返屋企。茶几上邊嘅小食每日會更新，另外酒店會贈送一個深藍色嘅護身符，裏邊有一個口哨同埋一張日文、英文對照嘅緊急使用句子。如果發生天災嗰陣時，可以同當地人緊急應對。工作台入邊有一本細 notebook 同埋原子筆，可以帶返屋企，而且佢會每日更新。台面有插蘇同埋 USB， 好方便插電。房間嘅溫度啊、燈光同埋鬧鐘可以透過平板電腦嚟控制。
喺床頭都有電掣可以控制燈光同埋插蘇位，方便插電。呢度嘅床褥比較軟身，枕頭亦都係好軟嘅。半夜要 call housekeeping 嚟提供比較硬啲嘅枕頭。洗手間位於呢一棟駝門嘅後邊，因為地方狹窄，需要將個行李箱移開先至可以將個駝門推開。銀座寸金尺土，所以個沖涼房同個廁所比較狹窄，係預料之中。為咗減少使用塑膠，酒店提供大樽嘅洗頭水、護髮素同埋沖涼液。因為呢間本身係單人房，所以酒店淨係準備咗一條抹手毛巾同埋一條沖涼毛巾。最後要介紹隱藏喺駝門後邊嘅萬能衣櫃。呢一個薄身嘅衣櫃裏邊有塊鏡啦，同埋可以同時掛2件衫。另外有提供洗衣袋、shopping 紙袋、睡衣、拖鞋可以帶返屋企嘅，仲有一個保管箱、燈筒同埋抹鞋嘅布等等。另外酒店亦有提供洗衣服務。check in 嘅時候會提供一張資訊卡，話俾你聽有啲乜嘢可以帶返屋企嘅。仲有俾我發現到，原來佢哋每日下晝4點至9點有一個 Happy Hour， 就係喺 lobby 隔離嘅餐廳仔。朝頭早要提供早餐，但係要另外收費嘅。但係喺夜晚佢會免費提供俾房客，例如熱飲啦、果汁、酒精類飲品、小食，好似 cheese 啊、火腿啊等等。好彩今次我入住嘅時候係適逢佢哋嘅5週年紀念慶。食物嘅款式非常之豐富，第一晚係有壽司，第二晚非常之豐富，有魚生船。唔單止食物嘅質素大大提升，連酒精類飲品都 upgrade 咗。有專人喺吧台提供2款日式威士忌，好似白州同埋 Hibiki 響。蘇格蘭 Scotch 威士忌就有 Johnny Walker Blue Label。無印酒店今次5週年嘅慶典活動搞得非常之豪華，佢第3日仲有天婦羅即炸嘅，可惜嗰日我返香港啦，無緣去品嚐。最後我哋一齊欣賞一下最新麻布台 teamLab Borderless 其中一個作品嚟做一個總結啦。如果一個人獨行俠嚟東京作一個短期旅遊，無印良品酒店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佢嘅地理位置非常之方便集中。無論你買名牌或者其他大路嘅牌子，都係喺5至10分鐘嘅步行以內。酒店附近嘅餐廳林立，無論你咩價位嘅餐廳都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配套更加冇得頂，行2條街過去就係 JR 有樂町站，可以乘搭山手線。銀座地鐵站有得乘坐淺草線、丸之內線同埋銀座線。喺寄宿橋嘅巴士站可以乘搭巴士去到豐洲或者東京站丸之內。一晚酒店嘅住宿費大概23,000至25,000 yen 一晚，對於銀座嚟講係非常之經濟實惠， CP 值好高。今次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你哋嘅支持同鼓勵係我做 video 最大嘅原動力。如果你鍾意呢一條片，請你
點讚、留言、share 同埋 subscribe。下次再見，拜拜。